嘿，盤點廣東人姓名嘅第29期嚟啦！我係你哋嘅節目主持人希實仔，冇錯啦！歡迎各位嚟到每月一更嘅盤點廣東人姓名嘅機系列。今期咧係今年嘅第8期，咁而家係11月份啊，啱啱過完雙11，嚟到今年嘅第8期，咁我哋即刻嚟睇下今期有啲咩正嘅投稿啦。OK，第一個狀元車，即係揸咗之後會比較容易高中狀元係嘛？哇，攞好多獎咁喎，有好多個冠軍，有好多大獎，有 Top One，有第一名，狀元車。等陣先，狀元車，普通話係冇事嘅。狀元車，哇，邊個大佬諗出嚟？邊個大佬可以揾得到呢個 gag 啊？相信喺現場見到啲廣東人個個都 O 晒嘴嘅。喂，你話有冇人同我一樣係睇咗好耐先反應過嚟噶？狀元車，哇，幾型啊個名，狀元車。走先。走先啦，係咁先啦。因為狀元，大家聽落狀元冇乜嘢噶，好正常啊。邊個可以諗得到狀元同車可以組合埋一齊嘅？佢真係鬼才嚟嘅。係個嘅金九真，金九真啊？喂，你咪話喎，呢個名又好似講得幾好聽嘅喎。嗱，就比如佢一次性床用品啊嘛，咁你就比如你笠上去嗰啲嘢，笠完之後咧，你感受佢嘅質量，質量好嘅話咧，你就哇。唔錯喎，啲質量咁樣，跟住你就話，梗係啦，佢叫金九真啊嘛，就係金九真。嗱，如果各位以後又整個品牌嘅話咧，可以借鑑一下佢個名金九真，你可以改成金九正、金九勁、金九強咁樣。粵語甘九真就是普通話這麼真的諧音。比如廣東人看到真實的東西，哇，好像跟真的一樣喎，我們就會說金九真，可以啊，呢個名唔錯。如果佢係一個廣東品牌咧，咁就係絕殺，今期第一係一家吉人家，咁變態，做咩要吉人家？吉人家房，年底大清倉，嚇得我，以為你做乜要吉人家？而家做錯了什麼？你要吉人家？吉完人家仲要年底大清倉。粵語集字呢，也是這個系列的常客了，扎、刺、叉。桶。如果各位外省的朋友來到廣東想做品牌的話，起名第一個字叫吉字呢，後面最好就不要寫人啊之類的，人啊或者動物，好好的叫吉祥啊、吉利啊之類的就好了，就不要叫什麼吉奶奶啊、吉小馬這樣，最好不要啊，不然就很殘忍、很血腥啊！咪住，等陣先，更多優和匯產品。優和匯是什麼來着？係個激嘅小錦州燒烤咩啊？靚到嗨咁，靚到嗨咁。有粵語係好事，之但係咧你個粵語好似唔係好襯咁喎，靚到嗨咁。你唔係應該係叫做正到嗨咁，又或者好食到嗨咁，又或者燒到嗨咁？呢個有啲普通啊。係個嘅老廣大排檔，即係。食廣東人嘅係嘛？滷水廣東人大排檔咁啊？咦，好殘忍啊！呢間嘢係福建人開嘅係嘛？因為啲人成日話廣東人食福建人啊嘛，咁所以福建人專登開翻間嘢嚟食翻嚟啲廣東人，仲要係滷水廣東人嗰隻。唔做啦。廣東人唔好食咧啊！廣東人點會好食啊？你睇下廣東啲天氣，又潮濕，又忽冷忽熱，又容易熱氣，啲空氣又差喎，我支氣管炎都發作啦。咁所以你話邊度嘅人最好食？首先排除廣東人先。嗱，你講到忽冷忽熱咧，最近天氣降溫咯，精明嘅廣東人又係時候要養生啦。除咗飲多啲湯水之外咧，仲要點樣養生咧？係一家俾粥面餐廳煲仔粥，可以喎，呢個名俾粥面。仲有一個。知足常樂，哇！你啲字體使唔使加埋拼音落去啊？我知啊，你部手機設置噶嘛，好睇咩咁啊？成劈嘢咁樣喎。我啱啱小助理話呢兩個係分別唔同嘅人投稿嘅，咁啱佢哋同粥有關咧，所以就攞上嚟一齊投稿啦。呢兩個名都唔錯嘅，都係廣東人先明嘅，因為佢係知足常樂嘛，普通話知足常樂嘛。咁如果你要講到含月量高啲嘅話咧，即係廣東人更加明嘅咧，咁我會揀俾粥面啊。
因為外地人看到知州長樂，很容易就會聯想到知足常樂嘛，有個固定搭配喺度噶嘛。咁如果佢話比粥麵啊，什麼叫比粥麵啊？咁所以比粥麵咧先係真正嘅廣東人加密通話，係廣東人先聽得明嘅啫。嗱，同樣啦，佢改得呢個名咧，就會損失一部分嘅普通話市場嘅。咁所以呢個係真正係為咗廣東人嘅嚇。所以兩個對比嘅話咧，比粥麵我覺得啦更勝一籌。你比粥麵我哋廣東人咧，我都比粥麵你排你第一。仲有一個。搞足一世，好攰嘅喎。攪粥儀式呢個含月量都好高下喎，同埋呢個名都幾有美好寓意嘅喎。嗱，對於部分人嚟講係美好寓意啦，因為咧中意餃嘅人啊，中意餃子嘅人咧，佢就好中意啊，好想食餃子搞足一世啊咁樣。咁搞唔喐嗰啲咧，咁啊慘啲啦。搞唔喐嗰啲，唉，我都唔想再搞，你仲要我搞足一世。唉，搞唔喐啦！嗱，咁至於搞足一世咧，對於我希神仔嚟講啊，嗱，我觀點啦，我係正經人家嚟嘅，我係唔會立亂搞嘢嘅，我會將佢排第一。下一個激嘅，喂，丟狗腰，真係丟狗腰啊！丟狗腰，咪即係我哋嘅梳狗年？相信你部車應該買重保險㗎係嘛？係，雖然你係喺外國，雖然你要時刻保持住廣東人嘅特色，雖然你可能買重保險，但係咧外國好細嘅咋，而家外國越嚟越多中國人㗎啦。嗱，你咪咁樣俾人影咗落嚟咯，而且咁啱喺正你後面添。咁所以我有一個問題，如果廣東人見到，應該係感到親切啊，定係感到冒犯咧？即係開到過嚟會同你會心一笑啊，定係會問候你咧？我丟狗腰啊！因為你試諗下喎，嗱，佢叫丟狗腰，即係有可能佢係廣東人啦，就喂廣東人先聽得明嘅暗號啦咁樣。即係但係講係咁講喎，係得廣東人先聽得明嘅啫喎，有冇可能佢淨係喺度問候緊你咧？我丟狗腰啊！換作係我咧，我應該係會心一笑啊！和諧，係個嘅。知百便利店，知白係咪知白啊？白嘅客家話係咪讀白啊？知白便利店。過咗2、3期，終於又有客家話 get 啦，咁巧可以撞得中，算犀利啊！係一家冇走雞啊！你呢個名好似係一語相關嘅喎。首先係最基本嘅冇走雞啊，千祈唔好錯過啦。仲有一個意思咧，即係跳舞又或者係指揮啊，舞嚟舞去咁樣，可以舞走隻雞啊，唔錯啊！呢個名一語相關，係個激嘅。葛七蘭，葛七蘭係咩嚟㗎？哦，賣衫嘅古裝，唔係古裝係古風，賣衫嘅又點會係叫葛七蘭嘅咧？哦，係調轉過嚟，唔好意思啊，係恕小弟文化水平低，蘭七個，我就話啦，主要係佢個名太合理啊，葛七蘭係好合理㗎嘛，佢賣衫嘅，呢件衫你咪同我葛七蘭啊！揼你㗎咁啊！粵語歌黐爛啊，就是普通話割爛嘅諧音。Alright，今期盤點廣東人鮮明嘅第29期就嚟到呢度啦。OK， 評分環節嗱，今期相對嚟講咧比較文明啊，係啊，相對往期嚟講咧係今期係比較文明啲嘅。咁至於今期最正嘅投稿咧，嗱，本身我想揀金九真嘅，但係咧狀元車真係實在太離譜啦！喂，離譜到咧我哋講多2句咧好容易啊！好啦，今期就講到呢度啦。未睇過前面28期嘅咧，可以去睇睇先噶。中意今期嘅話，記得點讚、關注同埋轉發喎。我係希神仔，粵味調料，粵味事乜？死！哦，粵味生活更多料。我想講咩？粵味塑料更多料。啊？咩嚟㗎？咩嚟㗎？啊，把聲係有少少似成龍啊！佢唔係揾嗰個扮成龍好似嗰個日本人唱嘅係嘛？啊，佢把聲真係好鬼似成龍喎！明明白白我的心。喂，等陣先。嗰啲歌詞係咩嚟㗎嚇？睇落好似有文有路咁喎，但係睇睇下又好似唔係好對路。有地顛蛋空係咩嚟㗎？
哇，大佬佢呢個係翻譯嚟嘅喎，佢唔係音譯喎，翻譯啲咁嘅嘢出嚟嘅。不懂粵語的表示聽起來這就是首粵語歌。我頭先就係話聽落去似層層咁嘅喎，好似係喎。你唔好話你唔識粵語，我識粵語，我聽落都似層層咁喎，即係日式粵語。所以佢呢首歌係抽象嘅啫係嘛，即係佢諗到乜嘢就唱乜嘢，即係比如我諗到。